时时刻刻会当远离了魔药，在十年失传，在魔药咱来发挥世间改造的、建造的，你看咱来讲。把这个新闻报道给我们，大家新闻报道给我，过去在大企业家做这些的人，伊个财产唔过呢，那我嘅后代，大家拢是正常嘅，大家老辈嘅后代，无伊哋嘅钱，也向姊妹。大家互相会当敬重，会当分享，嘛知影有钱，到尾也发现这本钱，唔是像这本了，拢是发现这本的，在实验室，这就是我要。咱这行，我当你这结果，我都理解。只要真正的信任的人，只要我当做这目标，我特别就是底下的存款。有那离不开了方式来讲，方式来讲，同性来讲，祖先有缘，富贵财神，同性来讲，所以人生见显，基本刹那之间，也就是祖先之路，先言之时，今先之有，之言无告。顿我法门，必须要我自相对，价值之后，那是智慧。明心见性，只是刹那之间。明心见性是刹那之间呢，也就是自性，自性进入天然之时，也就是自性进入天然之时。这时阵，咱教导明心见性，出现进入上天人的时阵，咱就看下一见，听下一见，咱的见人，这咱讲下这，咱就活得了，咱的进入来的，所以真心如有其言，无告顿无空，今仔日，咱大家讲。恰好的机缘来聊，一贯原则，这个顿磨法门，咱比赛都把轻轻放回，并且现在到家一点马上就都是花对象，对有这个顿磨法门，咱一定要来信都会宝贵，它信德的重要性，所以好好爱把，必须要我。主性佛，驾驶行佛，必须要有主性佛，驾驶行佛。那每个对了，那你来去对白，来去对两山，来去对冲啊，不在人生环境，连山积在一起，人一个连山塔，我有连山塔，写出2、3千年。一点人进来了不同的事情，这就是现在。所以见主现问，请何必见到现尊？咱先讲，当了解咱主现问，大事情不的话，就是见咱主现问，必须见咱主现问。那么哪呢？就请讲何必见到现尊？讲不然将来，拢是咧讲咱自身的物件，也嘛是讲咱自身的问题，所以咱就去讲这个日日修验也作准，不知何处不知何处意就清，若言心中自见律，自见心，有情即是显不定，不见诸性。我对不懂，脾性总是大脾性，顿教法门
经义用，就多世间书主心，不令东来修得将，不从出见待悠悠这样难的这个了解，我这个。